上次我分享咗一個真實嘅案例，就係涉港婚姻7年嘅婚姻，45日成功喺內地離婚。呢條視頻爆火咗，將近20萬嘅觀看量，受到好多香港朋友嘅質疑啦，真定假㗎？甚至乎有人懷疑律師係咪呃人㗎？今日我就用2分鐘嘅時間嚟講一個重磅嘅新規，就係內地同埋香港婚姻判決互認嘅安排。點解跨境離婚財產、子女嘅撫養唔再兩頭跑呢？喺過去香港嘅法院離婚判決，譬如房產嘅分割啊、撫養權啊等等，喺內地係冇辦法直接執行嘅。當事人需要喺內地重新起訴，耗時耗力，子女嘅撫養費、財產嘅執行遙遙無期。針對呢種情況，最高院出台咗一個新規，2022年2月15日起，香港、內地兩地判決互認生效，真正實現一次訴訟兩地通行。雖然新規已經出台有幾年時間，但係仲係有好多人係唔知嘅。咁有邊一啲案件係可以互認申請執行嘅呢？內地法院嘅判決涵蓋14類婚姻家庭民事案件，香港法院嘅判決涵蓋12類案件，主要覆蓋以下4大核心糾紛：第一，離婚判決、訴訟離婚、調解離婚，甚至乎協議離婚；財產分割、撫養權嘅爭議；第二，婚內財產約定、子女監護權、探望權；第三，人身安全保護令，如香港嘅禁制騷擾令；第四，領養令、父母身份宣告等。譬如你喺內地協議離婚嘅，或者喺內地法院判決離婚，去到香港唔再需要向家事法庭重新申請離婚判令，自己攞住離婚協議或者係離婚判決生效證明，向所在地嘅香港區域法院申請認可就可以啦。而判決嘅形式包括內地嘅生效判決、裁定、調解書，而喺香港嘅就包括生效嘅判決、命令、判令、訟費評定證明書等等。都要注意嘅係，繼承案件、知識產權嘅案件係唔適用嘅。咁點樣申請認可同埋執行呢？第一步要揾準法院，向內地中級人民法院申請，可以選擇申請人或者被申請人嘅住所地、財產所在地。例如上海嘅房產需要過戶嘅，向上海中院提交申請；而香港嗰邊係向香港嘅區域法院申請。第二步，備齊材料，經過香港法院冚章嘅判決書副本、生效證明書、申請書、身份證公證件、缺席判決需要補充合法傳喚嘅證明。如果唔係中文嘅，仲需要提供中文譯本。第三，法院嘅處理審核嘅期限大概係6個月，需要支付一定嘅訴訟費。法院認可之後會出具裁定書，香港法院會出具相應嘅命令。登記認可之後，直接同步執行，唔再需要重新立案，直接強制過戶或者係扣款。跨境離婚唔再困難。2022年起，內地同埋香港婚姻判決互認新規落地之後，離婚判決、財產分割、撫養權等14類案件可以直接跨境執行。45日辦結7年嘅婚姻案例就係最好嘅證明。如果唔相信嘅朋友，可以查閱2022年2月15日施行嘅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內地同埋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相互認可同埋執行婚姻家事民事案件判決嘅安排。